大家好，我係你嘅瑜伽導師 Elaine， 今日會教大家做一套預防結節嘅 Grounding Yoga， 一齊跟住我做啊！ Butterfly， 雙腳黐埋，膝頭打開，放向胯前邊，調整我哋腳踭同個胯嘅距離，近啲遠啲都可以。手掹住腳板，吸氣拉開側腰，心口打開。呼氣，保持背打直向前挨。你可以手 keep 住捉腳，或者雙手大前，整個人趴落去。手撳地，翻上嚟，Pigeon，左膝頭落地，右腳帶後。左小腿咧斜角指住我哋 mat 嘅45度，呼氣挨落去，需要多少少拉緊，雙手向前帶趴晒，升高上嚟，換邊，右小腿上前。企響瑜伽墊，回穩 Goddess， 腳 hip 咁闊 turn out 外八，腳趾頭指向外，膝頭 make sure 指住腳趾頭方向，半蹲嘅狀態，大髀內側個胯有少少伸展用力，手90度 cactus， 心口打開，好，可以撳住大髀放鬆上嚟。我哋拍埋腳，跟住會揾 Malasana 踎落去，盡可能保持腳板踩定，膝頭打開。你可以就咁挨向前揼低，扣到手嘅話，我哋手指公轉落地，手臂內旋往後，喺我哋屁股下方腳踭後邊扣住手指頭，再一次垂低。解開手，我哋坐響瑜伽墊度啊，會揾橋式背脊瞓響地嘅，腳 hip 咁闊，保持腳趾指向前，呼氣捲尾骨，推高個 hip， 雙手扣背，膊頭往內轉，手臂打直，壓落地。等我哋心口可以大高多啲，放鬆落嚟，仰臥扭轉，右腿打直，左膝頭收上嚟，反身體過去，右邊面轉向左。經過中間，換邊，左腿打直，右膝頭帶向左，面轉向右。經過中間 ，Happy Baby， 雙手掹住腳板，打開膝頭左右兩邊，保持後腰響地，膊頭放鬆，呼氣拉腳板落去地下。最後一個仰臥蝴蝶式，腳板黐住，膝頭打開，調整下個姿勢，雙手輕鬆垂向身體側跟，行到深呼吸。今日同大家做咗啲預防子宮結節嘅 yoga， 女士們記得有時間就做多啲啦，下次見。